我们再一次看看这两种人的差别在哪里。法利赛人是通晓上帝律法的人，所以他也尽量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而税吏在当时是大家痛恨的人，因为他们是罗马政府的包商，罗马统治巴勒斯坦，他们等于是汉奸，因为为罗马政府做事情，来向自己的同胞抽税啊，因为是包商，所以他们尽量把税提高，多的都是自己的，是大家痛恨的，是坏人，是不合乎律法的。但这个税吏有一个特点，他知道自己不好，这个非常难得。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他自信十足，站着祈祷。而税吏是远远的，不敢靠近圣殿，甚至不敢举目望天。他的祷告是捶胸的，而法利赛人祷告是自己在说话，喃喃自语。税吏这一个真的知道自己问题的人，他的祷告是直达上帝那里。他是向着上帝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拯救只有在上帝那里。法利赛人自以为尊，我不像别人，上帝啊，你看看我表现得很好吧？而税吏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是哪一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读这些比喻，有时候耶稣把两个角色很强烈的对比，我们不知觉可能会以为我们一直是站在对的那一边，或许我们会想到某某人他的祷告有点像法利赛人，而我是税吏。如果我们这么轻率的断定，会不会我们不知觉又站到法利赛人那一边呢？因为我们永远是宽容自己、接纳自己、爱自己、欣赏自己、眼目在自己身上。耶稣的观点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更得称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基督就像医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找的是生病的人。如果你自以为没有病，你不需要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跟你无关。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只有我深切知道自己有问题，不敢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才能得着上帝的恩典。我想到，通常精神科医师在鉴定一个人精神病的程度，会有一个标准叫病识感。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精神病，他知道自己有病这件事情，可以说让他的评分是比较高，他还没有糟糕到极致。因为当一个人没有病识感的时候，他明明有病，他不知道自己有病，那个是严重的。假设你去探访一个在精神科病房住院的一个朋友，你找到这个朋友，他跟你讲啊，很高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我跟你讲哦，这个医院的医生跟护士都疯了啊，好可怕啊！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不轻啊，他的病识感没有。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基督徒不知觉自以为意，我们觉得自己不错，而且我们还看别人有问题。我们对别人的问题非常敏感，对自己的问题一点都不敏感，因为我们永远是宽容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完全无病的呢？最可怕的病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
东正教会有发展出一个传统，英文说 Jesus Prayer， 耶稣祷文，这是一种重复的念诵，那期待那个内心跟上来的一个祷告词，就是借用税吏的祷文。那么细节可能每一个地方用的不大一样，但是大致上都有这些字眼。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他们会不断的念啊，我想这样的，如果是能够用心来祷告，还是一个不错的祷告文。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好像念经可以得到功德，恐怕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用内心来追随这样的祷文。这个祷文的内容很简单：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我们看到祈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有2个祈祷是在圣殿发生的。也就是在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检讨，当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看自己为大，看上帝为小，或者看自己为小，看上帝为大。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像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在自己还是在上帝，这个是很决定性的。如果我们念念不忘自己，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就算再美，也不过是喃喃自语；他的诗歌再美，也不过是歌颂自己；他念经文，即使富丽堂皇，也不过是自己念给自己欣赏。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在祷告的时候去检验，能不能越过，能不能因为仰望上帝的荣耀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有一个19世纪的思想家齐克果，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总是一再的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碰到上帝那一刹那，每次都发现我都是错的，我从来没有对过。但离开上帝，我们又开始觉得自己是对的。但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又知道了，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我们经常是偏差的，只是自己不知道。我们总是一再的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面对神圣，让我们被调整。”他又说：“只有当我们从心里发现自己不对的时候，就在那瞬间，我们亲身经历到上帝。在那一刹那，我们经历到上帝。”弟兄姐妹，祷告常常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酝酿，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越来越像那个税吏，我们真的很想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一刹那，我们看不见自己。当我们瞻仰神圣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似乎被荣耀的光充满。我们不再看自己，愿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只有我们从心里发现自己真的是不对的那一刹那，我们发出税吏的祷告：上帝啊，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认罪方式。我们看到圣经，除了税吏所说的“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记不记得彼得根据路加福音第一次见识到耶稣基督身上有神圣的特质？他们要去打鱼，打不到，耶稣叫他们打，教他们打，他们打了许多鱼，
那一刹那，彼得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圣者。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祷告，我们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能够学习灵神注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多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就好像站在门外叩门一样，他等着我们开门。我们开门就是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迎接，面对挑战。我给大家一点数字，希望这些数字不会让你觉得有点麻烦。我尽量把它简化。我的观察，长老教会的信徒占台湾基督徒信徒总数大概有1/3左右，但是到了新北市、台北市，就是过去的台北县市，长老教会的信徒掉到1/6。如果不计新北市，只计台北市，在台北市长老教会的信徒只占基督徒的1/9，这是什么意思？也可以说，长老教会在都市发展的不好。以台北来讲，这是一个都会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都市不断的在发展，长老教会好像发展的速度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讯。我们看到我们熟悉的士林区，它旁边有往北边是北投，往南边是内湖，这两个都是现在人口不断在发展的地方。它的左侧有没有看到芦洲跟三重？过了淡水河就是芦洲跟三重。而士林确实是台北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带，因为整个台北市的发展是往北边、往东边走。所以我们看到中正区发展到中山区，又发展到士林区。中正北路不就是这样子一直走上来吗？一直到我们这边的麦当劳，有没有？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因为我29年都在这边待过，而我一直在神学院教书，我也一直在士林长老教会聚会，但是我来的时间不多，因为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经常是在外地领会。如果我们来抓三条南北的线，最左边是淡水河，再过来中间这一条是中山南北路，在右边一点就是敦化南北路。你看士林区就是最中间的这一块，有没有？中山南北路就是从中正区到中山区到士林区，而整个台北再往北边、往东边发展，这解释一件事情：士林现在已经是台北行政区的前3名，它经常是第2名，也许有一天会赢过大安区，成为第1名。那么台北市的发展方向由西而东，代表时尚的东区竟然我是找不到长老教会。那么东区的稍微外围开始有长老会，那么如果再往东边的外环走，走到内湖那个地方，人口已经是29万，这个地方现在跟士林的人口是经常不分上下，那也很难想象这个地方在短短的10-20年内，教会的数增长到大概46间左右，长老教会从来没有增加，一直是5间。那往北边发展的北投人口也不断的在增加，近年来教会数已经增长到63间，长老教会仍然是过去长久以来那个数字4间。而有没有注意到连接内湖、连接北投的就是士林区？捷运又让整个士林大大的发展。它仅次于大安区或者跟内湖有时候会有一点上下。那如果在我们这一区看长老教会的情况，有10间，事实上有2间不算是平地的长老教会，一间是日侨的国际日语，另外一间是阿美族的西美中会的名山。如果这2间拿走，大概8间左右。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8间长老教会，士林教会的位置最中心，而且看起来就是一个领导型的教会。
因为不论就历史、就规模、就地点来讲，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个看法，就士林教会对士林区宣教是重要的。就人口数来讲，不只是对士林区，你知道台湾平均7000人有一间教会，台北市平均大概6000人有一间教会。换句话说，台北市的教会是比平均值高了。很多教会设在台北市，但是大家可能不晓得，新北市是一个福音相对非常弱势的地方，平均是1万人才有一间教会。我有去追这些数字，发现在新北市最糟糕的2个区，一个是三重区，另外一个是芦洲区。三重区18000人一间教会，芦洲区19000人一间教会。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我们士林区只要跨过淡水河就是什么三重跟什么芦洲，走重阳桥不就到芦洲吗？哦，那我们走南边的桥一过就是三重嘛。所以整个士林是一个枢纽地带，不只是对台北市，也对新北市最弱的2个区。我曾经遇到一个从芦洲来的信徒，他跟我抱怨说：“哇，他信主2、3年以后，觉得做基督徒非常好。他说我从小在芦洲长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耶稣是谁。我在芦洲长大，我感觉知道有大庙，做大酒。”芦洲离我们士林区是最近的一区啊，记不记得重阳桥以前我们过去啊，简直是到了荒郊野外，现在全部是高楼大厦，人口不断的聚集，但是教会所做的工作好像还没有延伸到那里。所以当在看这个图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感受，士林区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区，它强壮的时候还会延伸到芦洲到三重，是整个可以说是新北市教会比例偏低，甚至可能就是最低。我没有一个个去做最终的比较，怎么办？很简单，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这位婆婆大家不认识，我认识她10几年了。因为48年前，新竹桃园的泰雅尔教会曾经发生一场教会复兴，他们也说是灵恩运动，因为圣灵大做工，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那一场很特别的教会复兴当中，到处有人认罪悔改。那么这些婆婆50年前都很年轻，他们经历了那一场复兴，大概那个复兴延续了2年左右，就渐渐的和缓下来。当然有很多因素，我就暂且不再解释。但是他们很怀念上帝的灵大大的做工那个样子，每天祷告，其中祷告最久最深的大概就是这个婆婆，她是田埔教会的吉瓦斯婆婆。他每天为教会祷告，特别到晚上，经常已经分不清楚他在睡觉还是祷告，常常流泪祷告。教会的人称他为耶利米，因为他爱教会，他没有办法不为教会祷告。弟兄姐妹，我也开始感觉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愿意为士林教会摆上祷告的祭，从祷告开始。从一些最基层，我称为种树，就是我们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教会里面有一些有展望性的，几乎都是在年轻人、在年少人当中，甚至在儿童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当我把这个教会的年龄层做一个简单的排比，很简单。当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教会，我们发现长子不够，那个来源不够我们就要找社青，对不对？那社青如果人数太少，就要从青年团契做起嘛。只要做几年以后，亲戚就会变成社青，社青就会变成同工啊。
有人说我们教会连亲戚都没有，人很少，就要发展少气啊。我们的少气人很少，就要发展什么？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人很少，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走出礼拜堂的啦，要做野外主日学，这个就是种树。种树的工作有很多，但是就是为未来设想，为未来预备。我很担心的是，看到长老教会不断的在老化，不断的在老化，就是长期没有传福音，所以不断的在老化，那个新血没有进来。但感谢主，我听到许牧师提到我们的年轻同工不断的在起来，我自己在士林教会聚会也感受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子同工跟许牧师的配合，我们教会反而又开始有年轻人进来，是不是？大家愿意去做一些比较看不见的长久性的投入？在我所去过的教会，我所看到教会有2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在印尼的巴旦岛，一个是在温州。在印尼的巴旦岛，没有去过的人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印尼为了要模仿新加坡，选了一个海岛有港口的叫巴旦岛，在那个地方凭空要打造一个新加坡，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成功。但是我去的时候，整个岛全部都像建地，整个岛都在建。当地同工开车带我去看巴旦岛。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筑物，那个路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车子走到一个地方，就开始看到插牌子，市政府邮局就是将来要盖房子的地方，好像在办家家酒。我很感谢主，我竟然看到一个牌子，教会。你知道这个城市是为未来的人打造的。市政府只有地，根本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个牌子。但教会有跟上来，教会也插一个牌子，教会。大概5年前，这间教会已经落成。我因为学校忙碌，没有来得及去看。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温州看到的，在温州有人带我去看一间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很奇怪，它要穿过很多水田。走那个田间的路，车子勉强一辆可以过。然后那个礼拜堂盖在水田的中间大概可以有1000人左右。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礼拜堂可以有大概1000个位置，会放在一个四面八方被水田包围的地方？他们跟我讲。他们叫我老师说：“林老师啊，你不晓得这个地方已经规划成住宅区，住宅区连那个稻田都还没有转换成建地，礼拜堂已经盖好了，那是为未来的人怎么样预备的？为未来的人预备的。所以我这几天有分享这一张相片。有一天我在捷运的时候，我往西边看，怎么有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礼拜堂，上面写士林教会，是士林灵粮堂吗？听说他们要盖一个，后来想想不对啊，那个位置应该就是我们士林长老教会。感谢主，竟然在捷运你往西边看，还可以看得蛮清楚的。我的相机不好，只能拍到这个地步。我开始有一种感受，会不会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兆头，在一个新的世代，从我们的教育大楼开始。建筑物它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祷告的目标。最重要是建造教会。当士林的教育大楼在士林，就历史、就文化、就传统来讲，最中心的中正路这一条路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设立的建筑物，我想心中非常感动，也感觉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今天在讲的跟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什么关联？
我简单的把几个点接起来。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士林，能够作为一个尽忠的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祝福士林区，甚至祝福由士林区延伸出去的周边，在福音上有极大需要的区，我们需要的是祷告。我们如果期待我们的祷告是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祷告是真的感受到上帝在呼召，上帝在差遣，我们需要的是像税吏这样的祷告，是看不见自己的祷告。不要说我们的祷告那么多，主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要什么，我想什么，我做了什么，那一个我把它拿掉吧。愿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感受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感受到上帝是怎么样的永远走在我们前面，甚至选召我们。我要请我们的诗班来带大家唱回应诗，唱完回应诗，我们再做祷告。我也请求大家，我们在唱这条歌，主为何拣选我？你为何拣选我？我们再一次的去感受到，我们的生命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呼召走在前面。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
谢谢你眷顾你在地上的儿女们。我们软弱，我们祈求，我们仰望，主你总是垂听。主帮助我们活在祷告里面，经历更深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忘掉自己，让我们不看见自己。我们渴慕的是主你的荣耀，让我们士林教会整个在你的荣耀里面来成长。主，让我们忘掉自己的时候，愿你的灵大大的做工在我们当中，如风四起。你不只带领我们个人，更是带领我们这个信仰群体。主，你把我们放在士林区的这么中心地带，必有你美好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也看到，原来在士林周边还有这么些重要的这个宣教的发展。愿你开我们的眼睛，愿你赏识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愿这个地方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礼拜堂，要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怎么愚拙，再怎么样的不听话，主你总是先拣选我们，你的恩典总是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真的是要从内心说出：主啊，哦，施恩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请预备心来准备今天的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请起立，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只因最爱是你。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请李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第一堂的兄姐哈，如果你方便的话，留步一下。我报告一下哈，那个我们今年的那个运动会哈，今年的运动会跟去年很类似了哈。那我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今年我们有竞跑跟走村哈。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就看一下前面，我们是在3月24号，也就是在2个礼拜后的这个下午哈1点半到4点钟。我们有全教会的这个运动会，那这个运动会就是有跑步的跟走村的哈，就是去那个旁边的这个我们那个外双溪那一条溪的旁边走哈。那现在这个杜鹃花都开了，很漂亮哈。那我们分为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竞跑的，竞跑的就是5公里的，5公里你就找3个人一组，去年有5个人的，那5个人不方便，3个人一组，那抓最后一个3个人一组。那走村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过来哈。那1点半开始，那从头就是走到尾的，我们会帮你盖章，盖完章会给你一张兑换券。我们回来教会换这个毛巾哈，运动毛巾，很舒服的一个运动毛巾。运动毛巾已经到了哈。那这个报名从今天开始到3月20号截止哈。那请各位我们这个兄姐。这个组3个人都可以来竞跑哈。那如果你不竞跑，你就一起来走村哈。好，谢谢。以上报告。
应的诗歌。好，那这首歌我们要来唱华语。好，我们要唱华语。你为何拣选我？不是那么熟的哈，我们就跟着旋律，我们跟着歌词来唱。我们先慢一点。你为何拣选我？来，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掩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我们再从头来唱。你为何拣选我？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掩面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副歌，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第二节。何等奇妙，至大真神之爱，竟然临到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恩典名大又多，赐我细思量难。我们第二节再从头来。何等奇妙，至大真神之爱，竟然临到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怜悯大又多，赐我细思量难明了。副歌当作我们的祷告，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我副歌再来反复的来边唱来边思考来边祷告。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
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如今献生命，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咱献开咱的圣诗，第一首的诗歌，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咱直接来吟，拢总3节。第一节。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行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荣光主高万万。第二节。荣光归伫听咱的主，使咱罪过无下数。荣光归伫惜咱的主，甲主罪恶万年久。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替咱献。第三节。荣光我落到万万年，正天使最高金时，国权荣光无尽无穷，荣光万有流中，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的宏高万世。第二首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嘛是直接来吟，拢总4节。第一节。上帝疼痛太话遐大，欢喜喜乐予我，经我比比相看的人，予我甘喜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清心瓦口为弟弟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咱来吟第4节，第4节，白惊圣神，白惊圣神三位一体，至圣至关至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阿罗伊名无散。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清心瓦口为弟弟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高一切。这位来吟阿门。请咱备办心来进入今仔日的敬拜，那安静伫主的面前，请走到。
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袂惊治水。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袂惊治水。遐个做歹的人，就是我的cứu仇，我会对敌来攻击我，要食我的肉。迄时，因就着得滑倒。咱三甲来吟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教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上帝，荣光无到万世，荣光归伫天地众生啊，最高无数，荣光归伫小人主，高主最后万民苦，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的那天者，荣光无路高万里，见天赛最高임시，无款荣光无尽无穷，无路穷无边永，荣光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甲掌管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我伫天里的爸，伫你所定着的圣日，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圣殿。我们用阮的心灵、诚实甲敬畏你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万物拢是你用智慧造成的，万物也是照你的旨意受创造来存在。愿一切受你创造的，拢因为你所行奇妙的事来学乐你。天父上帝，你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无快生气。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反正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伊本是神，反正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真侪人的款式，为着救赎阮的罪，牺牲家己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是甚物人？你竟然为着赎阮的罪来死。但是主，你有讲话，你予阮对着你来得到新的生命，也得到永生的愿望。我要用俄罗做祭来献予你，也要伫万百姓中传扬你所做奇妙的事。恳求圣神上帝常常踮伫阮的心内，赏赐阮属灵的智慧，引带阮明白一切的真理，真心悔改，予阮专心倚靠主，仰望主，经历圣神的同在，予阮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予主的名得到荣光，来回应主的爱。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保守阮教会、教育馆兴建的工程，每一阶段的进行，拢会当顺利，突破困难，渐渐接近要完成的工程。上时，阮众兄弟姊妹也愿意诚心顺服，领受牧师所带领阮伫灵命起造的学习的课程，恳求圣神帮赞引带阮，予阮硬体甲软体的起造，拢会当合你的旨意，予阮教会搁一摆复兴，真侪属灵地区传扬福音的大出口，激励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服侍主。
互阮肢体彼此相听，同做工，吸引人来就近你。伫日常的生活中，互主的名得到荣光，会当互人得到造就。愿主上帝，你掌管阮国家执政者的心，互因有正直、公义、善良、甲怜悯的心，赏赐因有判断的智慧，因带阮国家行伫你的平安中。但恳求圣神降临这个盛会，高我林牧师，互伊所传讲主的信息甲教导，刺操阮的心，开阮的心，互阮有愿意领受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互阮会当明白今仔日所领受的，真侪阮的帮助。当阮将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恭敬摆列伫主的面前，愿主你欢喜甘纳。阮即时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你伫市，又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煞只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个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那日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王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三角来启用，要用诗篇42篇第1节到第5节，以及11节，咱三角来启用。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出？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你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出？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骨要学乐伊。阿免。咱来读上帝话，共读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8章甲第5章，咱来看两位。首先，咱来看18章，咱要对第9节读到14节。有碗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耶稣设一个譬喻，甲因讲：有两人上殿要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抽象的。法利赛人徛地，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劣色。不义、奸淫，也无亲像迄个抽象的。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将凡所得的10分抽1分。但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地，连夜目望天也毋敢，简单对天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我甲恁讲，即个人倒去伊的厝。就称做义，
赢过迄个人，因为囝仔自古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关心伊。咱搁来看《路加福音》第5章31节、32节。31节，耶稣应讲：养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愿主的话去调伫咱的心，真侪咱的激励甲帮助。这是赞美。献国队今仔日要赞美的诗歌是：我要高举你圣名。
敢若伫教会遐定，要咱伫咱的家庭、咱的职场、咱的学校、咱树林地区，甚至要伫全世界，拢要来高举主的名。讲道，今仔日林鸿信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甲祈祷，看无家己。各位亲爱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来到培灵会的第3场，咱的主题是信心甲祈祷。咱伫前2场有讲起，祈祷上大气力的来源就是信心。今仔日咱继续用经文来思考、来学习。要安怎伫祈祷中看无家己？当咱会当看无家己的时，才有可能看见上帝的荣光。也当咱无掠家己做中心的时，圣神就要做工。祈祷甲对家己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常常听一句话讲：你若无要接受一个人的行为，上少你嘛要接受这个人。伊的行为可能无好。你甲拒绝，你讲迄毋通学，但即个人你也甲接纳。即款讲法讲起来真水，但是做起来真困难。咱看到咱边周围的人，若是有人的行为无好，佮损害着咱的利益，讲要爱咱赦免伊、接纳伊，足困难的吼。但是 C.S. 路易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伊甲咱提醒讲，其实咱对家己拢嘛做会到，咱永远是赦免家己的行为，佮接纳咱这个人，一摆佮一摆，拢毋捌一摆有失败。我想以这个简单的提醒，互咱看见，咱人心底迄个疼家己的心足强啦。有当时强甲，互咱目睭会看无。有当时强甲，互咱袂记得上帝伫倒位。咱若是对家己遐尼包容、遐尼看重、看重，祈祷的时，到底是家己咧讲话，也是咧对上帝讲话？耶稣甲咱提醒：既然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背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华语圣经译作：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迄个舍己，巴克咧伫台语圣经甲译作看无家己。军队耶稣爱看无家己，因为耶稣爱咱，迄个原来意思是拒绝家己啦。你要掠耶稣做咱的主，咱就毋通用家己做中心。舍己的意思就是拒绝家己。但是巴克咧，我感觉这个翻译有够精彩吼。咱若是要拒绝家己，上好的做法就是甲看无啦，敢若目睭无看到。当咱目睭无家己的时，咱就会当专心来跟对主，咱就会当来追求上帝的荣光。咱要来讨论一项代志，就是讲，一个人到底是毋是知影家己是甚物款人？我感受是，人常常是知影别人的问题，毋知影家己的问题。咱对咱边仔的人，甲咱相斗阵的人，咱的同事、咱的同工的问题，咱足清楚。咱敢若对家己的问题无清楚。但是一个人若毋知影家己有问题的人，伊无法度解决伊家己的问题。只有迄款知影家己是伫问题中的人，才有机会解决伊的问题。今仔日耶稣甲咱讲的譬如，两个祈祷，一个法利赛人的祈祷，一个抽象的祈祷，因拄好表现两款无共款的自我人物。这个法利赛人看家己真好、真敖、真包容家己；这个抽象的是看家己毋值，伊是一个看无家己的人。伫因的祈祷，咱看会出。
法利赛人的祈祷，圣经讲伊自言自语，迄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伫遐伊敢若细细念啦，家己咧细细念，喃喃自语。哦，啊，伊咧祈祷，因为充满家己，虽然表面上是咧向上帝讲话，搁较济是家己咧讲互家己听，是我感谢你，我无像别人，我无绿色，我无不义，我无奸淫。我无亲像这个抽象的，迄个我意识足强啦。我一礼拜禁食2摆，我所得的拢有献1/10。但是咱看这个抽象的，徛真远，连夜目望天毋敢。伊对兄讲：上帝啊，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人。耶稣的结论足清楚，我甲恁讲，这个人转去比迄个人要受算做义，因为既若自高的要互伊降低。既若自卑的，要甲升高、升悬。亲爱兄弟，这个抽象是，互咱看见一个看无家己的人，伊伫上帝面前，敢若一句祈祷讲：上帝啊，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人。我伫即2暗的陪灵，我哪有跟咱的兄弟讲一寡我成长的过去。我是第4代基督徒。我对细汉就伫长老教会大汉，我差不多小学4年，还未变声，就咧唱圣歌队。我对苏布唱甲阿鲁多，唱甲天啊，落尾唱贝斯。我伫即个长老教会经验，发现讲咱的教会足爱开会，真细汉就咧开会。伫迄个4年参加阮迄个少年诗班，就开始定定有即个同工会。开会，遐一年咧开会，开到我伫新人，伊继续咧开会，开到今仔日还阁咧开会。我有一个感受，若是咱开会人，大家会当安尼小可较看无家己吼，开会会较紧啦。若有一寡迄款惯势无够偌好吼，啊开嘴合嘴就我吼，也是咧意识遐强吼，我吼。迄个若直接来，咱就感觉讲哇，这个会差不多爱阁加2点钟。真诶兄弟，这个用我做中心，毋是干那讲甲上帝的关系无法度亲近，迄个人甲人的关系，我哪会阵啊扭远去啦？咱看因的祈祷中，耶稣讲这个譬如是有对象的，就是遐会靠家己是义人来看轻别人的。因看家己袂歹，伊看别人无好。这个义人若照迄当时的标准，就是伊所做有遵照律法的标准。这个法利赛人看家己是有达到这个律法的标准，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伊看清这个抽象，伫祈祷中搁去共消遣，讲我无亲像这个。哦，若讲较歹听，就讲我无亲像即个啦。哦，我遮尔好啊。但是咱看到这个抽象的是正人当伊所罪人，有罪人歹人，因为伊无法度达到律法的标准。不过伊有一个优点，伊知影家己是罪人，伊知影家己是有问题的啦，伊知影家己是软弱的，所以伊的祈祷是一个看无家己的祈祷，谦卑的祈祷，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伊的身上。这2款祈祷，咱搁来想看觅。法利赛人咧讲遐，差不多逐句话拢是我。抽象的敢若一句话：上帝啊，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人。伊看无家己，伊知影家己是一个歹人，所以伊的目睭无放伫家己的身上。耶稣基督对这个2个祈祷，伊的评论就是：这位自卑的要甲升做悬，这位自高的要互伊降做低。咱看2款祈祷，连迄个因的动作、表情拢无共款。上面是对这个律法是专家，法利赛人是专门咧读律法、研究律法的人。另外一个是抽象的，
这个税吏共抽税，伫迄当时是以色列人足怨气，因为伊是替罗马政府咧甲家己的同胞抽税，而且迄个制度真歹，是用做这个包商的方式吼。譬如讲，伊包这个地区，伊讲要互罗马政府一年偌济钱，所以伊咧甲伊的同胞抽税会抽较济剩的拢家己的。大家真怨气，即款人是爱，大家拢知影讲这无合理有法，但是伊若有好处，是伊家己嘛知影伊是歹人啦，干那即点好处。但是即点好处，互伊甲即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动作无共款。即个法利赛人，敢若是看家己真好，伊真大胆，徛咧祈祷，徛伫圣殿，但是即个抽象的是徛远远啊。毋敢就近圣殿，伊的目睭毋敢看天，伊伫遐随行祈祷。法利赛人的祈祷，敢若咧讲互家己听，但是这个抽象，伊的祈祷是真正咧呼求上帝。亲爱兄弟，咱捌做过即款祈祷无？咱家己感觉真毋值，感觉真失败，感觉真软弱。只有我靠上帝，无一定爱拍胸坎啦，真正是用要随行祈祷，因为上帝是咱的望望，毋敢有家己。法利赛人讲，我无亲像别人，我特别无像这个抽象的，抽象的讲上帝啊，是阮怜悯我这个有罪人。这两个祈祷有反映两款对家己的认捌。耶稣的评论足清楚，上帝要称这个自卑的做义。所以咱当有这个故事做背景来读《路加福音》第5章31、13、20，已经足清楚。一个无破病人，伊无需要医生；有破病人，才有法度，才有需要医生。耶稣是来招义人，毋是要来招有罪人、歹人。咱看家己是义人，就伫上帝的恩典无关系。咱若看家己是有罪人，上帝的恩典为咱备办好势。一个无破病的人，也是看家己无病的人，伊无需要医生嘛。但是这有当时有一个搁较深的道理伫内底。我会记得当时有一阵，我的朋友几个拢是精神科医生，因咧讨论讲因的病人，若要知影严重无严重，有一个要紧的一个记号，就是病视感。一个病人若知影伊家己破病，即款病拢是较轻的啦。若是一个精神病的患者，伊毋知影家己破病，这就真惨。所以，咱若是讲有机会去探访精神病的病房的朋友，你一入去，伊甲你揪喺边仔讲，我看你足欢喜。我偷偷甲你讲即间病医所有的医生护士，逐个拢起痟，我有够艰苦，安尼惨啊咧！伊毋知影伊是病人，伊看别人是病人啦。亲爱兄弟，咱伫现实中嘛是定定安尼，咱讲这个有问题，迄个有问题，牧师有问题，长老有问题，执事有问题，上大问题就是咱家己啊！无咱会知影讲这个问题、迄个问题，全问题。咱对家己有问题无问题，这个上要紧的问题，有当时咱拢无咧甲注意。咱伫主的面前来看家己是义人，主的恩典跟咱无关系。咱伫主的面前来看家己是罪人，主的恩典要临到咱。世间其实无啥物人是会当讲是完全无破病啦。我想上可怕就是家己毋知影，还是讲毋肯承认家己的病，这是上困难的。所以咱就安尼慢慢甲这个接伫这个祈祷的态度。伫两个祈祷中间，咱若甲简化吼，
这伫圣殿的祈祷，就敢若亲像咧做礼拜中间发生。伫做礼拜，咱嘛有可能会经验到，讲咱是到底做礼拜是咧想家己，也想上帝。咱若看家己最中心，有当时啊，就较像这个法利赛人。咱若是专心专意来超找上帝，咱就看无家己，亲像这个抽象。看家己最大，就是看上帝最小；看家己最小，就是看上帝最大。看无家己，就是专心倚靠上帝。19世纪一个神学家伊安尼讲，伊讲每一工我就是我是正确的，我无毋对，但是逐摆我若拄到上帝时，我就发现我欠着边。啊，安尼是咧甲咱提醒啥？原来世间人有啥物人是100%正确？咱掠家己最正确，看家己最正确，这是款错觉啦、错觉。当咱面对上帝时，无一摆讲咱毋免跪来讲主啊，离开我这个有罪人，就是我逐摆嘛做毋对，逐摆嘛欠毋着平，是只不过我毋知哪点嘛。咱伫圣经嘛看一解讲，某一个人。伊见到上帝的时候，哦，伊徛较早讲，我等你足久啊！逐个人拄到上帝，拢是惊甲尿尿喘，徛袂牢。逐个咱拄到上帝，就发现讲，家己做毋对，想毋对，欠毋着平。所以讲，当咱伫心底发现讲家己是错误的时，迄时是真宝贵，因为伫迄时咱要亲身经历上帝。迄就敢若像一个杯仔，伊若满，水无法度倒入去。但是咱若知影讲家己有问题，家己是有需要人，是需要倚靠上帝人的是，迄个杯仔是空的，上帝恩典才法度入去啦。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认错，也是悔改的方式。我会记路加福音5章8节讲到彼得头一摆发现讲耶稣是神圣的迄位会行神迹。彼得的反应是主啊，离开我是有罪人。伫迄个进前，伊无这个感觉，但是当伊真正面对神圣的事，伊就知影家己是大问题、大罪人。这个抽象讲上帝啊，是阮认为我这个有罪的人，就真做东正教，因有发展一款耶稣基督文 （Jesus Prayer）。因强调这是出自真诚的祈祷，是对心底发出的祈祷。真简单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是阮人民我罪人。这个版本每一个所在用的拢无共款，基本上拢有即几句。咱来甲读看卖好无？来，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是阮人民我罪人。也是搁较口语讲，是阮人民我这个罪人。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是阮人民我这个有罪人。东正教有甲发展做爱定定读，搁挂迄个吼。念珠啊，用迄珠啊咧算讲念几摆，到落尾所小可先念经啦吼。那念经我是无赞成，但是这个真简单的祈祷，你若做一个自我提醒足好。咱来做礼拜是特别，咱要入来是，毋是讲安尼看家己完全是无问题，人一来就较惊甲上头前较济咧。咱敢是爱祈祷一个耶稣基督上帝囝，是阮人民我这个有罪人，准备好才入来。我要甲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这两个我也有讲起。有一摆我要坐捷运往南，咱知捷运若要往南的时，你徛伫捷运咧等这个捷运的车要来的时，我是往西边。看到一间教会，讲奇怪，这个教会敢若讲礼拜堂啦，这个形我毋捌看过。搁看真足，竟然是树林教会。对恁来讲，可能无感觉稀奇
啊，我是头一摆看到讲，咱这个外口这个鹰架吼，这个拆了头一摆看到，啊，竟然遐清楚，我就用我手机开始甲翕起来吼。啊，我手机迄功能无改好，迄天我目睭看比即张相搁较清楚。啊，我心内有一个感动咧。我感觉讲，遮奇妙，咱树林教会上帝甲踩伫即个树林的心脏地带啊。中正路就是咱传统伫历史、伫文化、伫树林上有代表性的大路嘛。咱若讲树林街啊，已经是指即条。咱伫迄个遐中心的所在，有一个遮尔大的建筑物，对教育馆开始。到有一天无定，咱就愈去做愈济。我看到即幅图，我感觉这对我是一个兆头。敢若主要用即间教会建筑物，甲教会两个概念无完全共款，但是这个建筑物敢若对我是一个提醒，树林教会的要紧啊。也安尼，即两暗我常常提醒，咱的教会，大家有备办心，要来迎接。若是主要用咱教会要复兴的时，咱要有啥物准备？我想上要紧就是祈祷。伫即张相片，咱看见一个阿婆咧祈祷，伊的名叫吉瓦斯，伊是达雅泰雅尔族，因为48年前。伫新德甲桃园的泰雅尔教会有发生一场教会的复兴，或是讲灵魂运动。我10几年来，带我的学生差不多3学期会去一摆，啊，我已经去差不多13、14摆。每一摆去拢真大的感动，这长辈咧讲起。差不多对因来讲是50年前，因少年的时，因去经历迄个教会大复兴的时，哇！因迄个热情吼，迄个对上帝的听，抑阁是遐尼遐深。对于迄个时到今仔日有一寡阿婆，当然是对少年祈祷甲变阿婆啦。逐工祈祷，逐工祈祷，愈祈祷愈长。即个阿婆伊的祈祷的时间足。特别暗时，有当时分袂出是咧祈祷，也是咧困。伊就哪困哪祈祷，哪祈祷哪困，常常流目屎祈祷，挣扎祈祷。因的教会，大家知影有祈祷文士，像我叫伊亚利米，因为亚利米是上高流目屎的先知。伫我几啊摆甲因采访，因拢有讲一句话，即句话听了实在是艰苦心啦。因对迄摆所学习，当然伊足侪感恩，感觉上帝足奇妙，欢喜使用因，互因经历足侪奇妙代志，也将福音传到无共款族的所在。但是因拢有讲一项，足可惜，阮无准备好，圣神就来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圣灵就来。伊的意思是讲，阮若有好好准备，圣神来的时，阮会当安怎做搁较济，做搁较好。啊，即句话你若斟酌啊想看觅，什么话叫做准备？准备什么？你甲想看觅，有一天咱树林教会大复兴的时，会欠啥？一定会欠钱。欠钱是问题无？足简单的啊，摕出来就有啊。但是有另外一款欠缺。是无法度马上解决，欠人啦，欠人才啦，欠同工，这爱长期安怎？长期训练啦，欠祈祷，这嘛爱长期祈祷。啊，这款基本的动作，因就开始上少用祈祷咧，继续期待上帝是毋是会搁一摆使用因，互因搁经历第2摆的。教会的复兴，但是我听因遮的分享了后，我有一个感想咱一般教会有咧等教会复兴，咧准备教会复兴无？咱若
将来唔捌咧准备，啊，圣神若来，差不多大概咱拢要讲吼，共款话就是讲，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你来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你又来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准备嘛，我们什么时候在准备？无准备当然会讲这句话啊。所以我讲听了会艰苦心，这敢若对咱来讲是一个指责甲提醒。当我伫捷运看到咱树林的教育馆的时，我阵仔想到一个问题：咱的兄弟姊妹有为树林教会咧祈祷无？有在准备无？那圣神要做工的时，是咱各位讲，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你又来了。每次你都趁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来，也是讲咱准备好势。面对挑战，我看见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历史，有当时感觉讲真担心。整体来讲，咱伫台湾所有的信徒中间有1/3，但是到新北市、台北市剩1/6。若是算台北市是已经1/9。讲较直接，伫台北市10个基督徒上侪一个长老教会啦。哦，那全台湾来讲是3个有一个，安尼就是讲咱的教会。伫这个都会区已经开始咧找落啊，也看见树林地区的要紧吼。你看这份，互这个树林的人口增加29万，差大安区差不多较无2万，啊，树林区甲内湖区是差不多平济，但是一般来讲，树林区较济是做第2名。咱敢若讲树林区教会已经对古早咱知影讲树林也毋是足侪教会所在，其实已经挖60间安尼。但是长老教会抑阁10间，这10间原来拢是较侪年啊，真少有迄个新设的啦。哦，上少年的无定是人啊。其中这10间内底，阁有2间嘛，毋是讲咱一般讲的教会，一间是日侨国际日语。一个是阿美族教会名山，可能有人毋知影有名山教会，伊伫阮较挖溪边的所在。咱会看见树林教会，若是甲遮个教会拢总排起来吼，真正是爱做领导的教会啦。伫树林地区这个要紧的所在，树林教会是遐尼忠心。迄天我伫捷运站，我看到我一个感动，感觉讲上帝有可能要使用这个教会。我袂当代表先知，我毋是讲我有啥物神圣的感动，但是我感觉讲是毋是伫基督中，咱应该做伙向上帝来求上帝使用树林教会。因为看树林区的要紧，你看这个树林区北边是北投区，小可南边是内湖，拄啊好，这个北投甲内湖拢是。这差不多10几年来人口咧大发展的所在啊，树林甲内湖的人口已经是占第2甲第3呢。北投伫后壁差不多第4啊、第5咧入啊。啊，然后咱若看倒手边过淡水河是泸州甲三重埔。下面我有大家看一寡数字，台北市的发展是往东边发展。但是咱会看见长老教会伫迄个咱一般咧讲的东区吼，严格来讲无长老教会，上晚应该是城东啦。城东教会其实讲是东区，原来有勉强啦吼。啊，若搁较东边到内湖的时，迄个所在古早敢若长老教会，即卖嘛是抑阁是长老教会迄5间，但是迄个所在拢总教会数已经到46间。教会伫咧发展的中间，长老教会毋若无增加反转，有老化的倾向。北甲北投区人口嘛伫咧增加，教会数已经到63。古早遐嘛是干那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即摆干那4间，甲古早共款。啊，我会看见讲，将即个北投、内湖连做伙，就是树林区。树林区的中心就是树林教会。若是咱树林教会有兴旺起来，会成做一个宣教的中心。就新北市，可能咱台北市的人较无遐了解。台湾平均差不多7000人一间教会，台北市是6000人一间。换句话，台北市的教会数是较充足啦。哦，
新北市是差不多1万人才有一间教会。新北市伫台湾是足后壁，迄个说教会，也是讲传福音的情形，抑阁是无好的所在。我就有兴趣甲几个咱较熟悉的新北市的区，甲做一个比较，发现上歹的是蘆洲，第2歹的是三重埔。蘆洲是19000人才一间教会，你看有少无？啊，三重埔是18000人一间教会。啊，咱头拄伫图就看见，上会当支援三重埔甲蘆洲就是啥？就是咱树林区嘛。你迄重阳桥一过去就是啥？蘆洲啊。我伫3、4年前捌一个蘆洲的基督徒，伊人已经搬过来台北这边。伊甲我感慨，伊讲林牧师啊，我感觉足奇怪，基督徒信仰足好，但是我细汉伫蘆洲出世，从来毋捌听过耶稣基督。啊，遮好你若无来蘆洲团，我说歹势，毋知要安怎讲，因为古早蘆洲咱感觉足远嘛。会记无？咱古早若是迄重阳桥过去啊，拢总田啊。但是即摆有啥？有捷运啊呢？敢若逐个印象抑阁想讲足远。伊讲我伫蘆洲的人偌可怜呢，一出世就较知影有一个大庙，三不五时来做大轿，啊，就是安尼传庙。咱当时咱的教会也会当开始注意到咱周围的区域，抑阁有迄款福音还未到的所在。所以，佮看即北投的时，会看到树林区遐尼中心，无论北投还是内湖需要，还是蘆洲、三重埔的需要，为教会祈祷。我伫昨暗的呼吁，望咱兄弟姊妹有人领受这个负担，来为教会祈祷，一定是为祈祷来开始。伫8年前，阮全家有一个旅游到一个所在，我无熟悉，迄个所在叫仙家人，伫瑞西。伫我头一摆看见讲，第8世纪有人将福音传到迄个所在，就去做礼拜堂，同齐时有修道院甲图书馆。所以迄个所在，教堂、图书馆、修道院伫中世纪就是学院啦，读册的所在。竟然是3款建筑物合作伙，会当看见讲信仰、知识、思想3合一。我看到迄，我足感动。我看见讲教会伫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有一寡人去做头脑的工作。所以，这个教会、这个教堂会当甲图书馆连接，会当甲学院连接。伊开始有一个头脑，所以圣加仑伫瑞西，伊是较挖德语区。一个真要紧、影响力真大的所在，因为迄个教会是有头脑的教会，有图书馆、有学院的教会。结果足奇怪，迄暗看到即幅图了后，我煞困袂去，因为伫迄个所在伫现场，你会当看见中迄是礼拜堂。咱若看即个图，倒手边有一个迄个四面吼，连礼拜堂合起来四面，迄个就是图书馆，足大的图书馆。啊，伫即个正边吼，有一个搁较大，嘛差不多用要四面合起来吼，的建筑物，迄就是修道院，就是学院。我意思是讲，第8世纪有人来遮传福音的时，就开始去做教堂，去做图书馆，去做学院。因的想法，你会当想象。遐人传福音到这个所在，毋是要做1年2年的工作，伊是要做几百年的工作，才会下即款功夫啦。我看了足感动，我毋捌伫其他所在看，吼遐尼近安尼排做伙。我怎讲迄暗我煞困袂去，吼，毋若困袂去，所直直梦到加利文啊。我一直梦见加文，加利文是咱丢了教会创始者伫日内瓦咧做宗教改革。啊，我无度解说，因为我虽然定读加利文，但是我毋捌伫梦中看见加利文。迄暗定看到伊安尼哦，直直安尼甲我比手画脚，毋知要讲啥。我甲伊言语袂通，伊讲法语，我毋捌学过法语。啊，我咧规夜袂当困。
啊，我隔顿刚咧想讲，这到底是什么条头？哪会去望到加利文吼？落尾想来想去，感觉有一个线索。原来加利文也是一个基督的人，有一个眼光真长的眼光，所以伊伫日内瓦伊所起造吼，是有圣彼得大教堂用这个咧起造教会。我即摆咧讲教会是这个信仰团体。而且伊有建设一个学院，叫日内瓦学院，内底有图书馆。啊，我这规个明白长老教会一个要紧的精神，就是讲咱的教会若是一个有头脑的教会时，会不得了。加利文就甲日内瓦教会甲起造做有头脑的教会，因为有日内瓦学院。这有啥物影响？一个数字互大家参考。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敢若起造一粒教会头脑。日内瓦是偌大的所在，迄当时敢若3万人，迄当时欧洲有3000万人。这个3万人的小城市影响到3000万人的欧洲，对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匈牙利到英国，佮借着苏格兰的宣教师到全世界各所在，一直到今仔日的啥？台湾是安尼来啦，3万人，但是因甲教会品质做好，这个教会是有头脑的教会，所以我开始咧一个民望，毋知有可能，咱树林教会甲新学院，咱虽然无徛做伙，但是咱的同工是毋是会成做一个有头脑的教会？这我毋是直接要请什么案，还是要请什么款哦，请毋通误会。这是我一个梦想，我一个理想。我感觉长老教会足期待咱的教会是有头脑，会当想代志的，一定爱甲出头脑的所在有合作有同工。阮新阿姨拄伫山顶上近的厝边，我第一暗就讲起，有一摆互我感受到树林教会跟大神的迄个密切的关系，就是大神火烧厝。差不多过无10分钟，林正芬牧师就带长老起来吼，要甲阮斗3工啊！我要去搭桥哦，就是阮的厝边嘛，好厝边。啊，佫是伫咱即个做126周年的周年庆吼，啊，听柯牧师讲，我才知影讲原来咱这个礼拜堂吼，迄个庄仔角是台湾新学院。伫双连区的时代，迄个台北新学校的庄仔角，我毋知影原来阮兜有恁兜，恁兜有阮兜。我的骨有恁的骨，阮的肉有恁的肉。恁的肉，恁的骨，阮的骨，阮的肉。教会本来甲新学院就袂当分，因为新学院咧培养的主要就是将来要做工的人。啊，遮个人若好势。将来教会就真有望望，这人若培养了无好势，将来教会就真歹找到好牧者。但是这毋是讲新学院的责任，因为我发现讲，一个学生会当造就，袂当造就，有一半以上教会要负责任。因为这个学生的素质的好歹是甚物人？搭一个所在咧管理，就是教会啊。教会若将好的人培养送来新学院，新学院就有机会来训练好的传道者，祝福未来教会，互未来教会当产生更较好，将来读新学院的人，一个正面的循环会开始。所以我就想着讲，是毋是有一天，咱新学院甲树林教会乃当互相牵绳、互相帮衬，是毋是会发挥更较大的作用？我是一个要退休的人。我伫去年有成立一个基督教研究智库，因为我伫新学院教学已经29年，我发现新学院也阁真侪重担，就是讲爱做教育，爱做事工，爱募款，爱做真侪代志。迄个研究甲推广理念吼，即个敢若较纯粹是属伫头脑的工作，也袂当做较透。所以我已经有29年，明年我会退休。我30年的神学教育经验，我想要做更较侪头脑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甲正教会有更较好的结连。
我的结论真简单，就是迄摆伫圣家伦，上帝敢若互我看见，信仰乃当甲知识甲思想绑做伙，教会乃当做有头脑的教会，上帝会大大来使用。伫咱的信息上落尾，即张是要甲大家做最后的提醒。今仔日咱到底学习到甚物？咱学习到祈祷做礼拜，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看无家己。今日问甲咱提醒讲，咱的信心敢若亲像底宝贝迄个瓦器吼，迄土的器具。啊，即个土的器具是无价值，但是咱的信心就是要底上帝的恩典。啊，你若是一个要底物件吼，即个管啊、杆啊。也是面通拢好，应该是愈空愈好。你若袂当空，就无法度底。所以，咱若是伫上帝面前，咱真自满，真看家己真悬，定定咧想家己，咱就敢若亲像迄个杯仔内底水满出来，卡哪倒都倒袂入去。相信无法度伫咱身上做工，但是咱若调整，愿主帮助咱，会当去体会到，咱伫主的面前。咱啥拢毋是，咱看无家己，原主的阳光，唯一的阳光，独独伊的阳光伫咱的头前。我想这个祈祷会甲咱带到一个完全来领受上帝恩典的所在，迄是宝贝。咱会当做的就是将家己来拼空。我也深深感受，长老教会有一个信徒的精神，最要紧就是一切阳光归上帝。这毋是一个口号。当咱每一摆若讲起咱的信仰生活时，咱用家己做中心咧看代志时，咱就含入用家己做中心咧思考代志。对我教会的见证者，就是今日无伫几啊摆，你甲咱提醒，咱伫主的面前爱亲像这个饼空吼。饼空的土的器具来装上帝的恩典、宝贝的恩典。也安尼，咱每一摆若想起咱伫信仰所经历，无一项毋是出自上帝。也所以今仔日最后要邀请大家用一首诗歌来祈祷：主，你为何拣选我？咱会做一个基督徒，毋是咱会咬讲有够巧去选择基督教信仰。咱会当做一个基督徒，是主的拣选，主的主权。主的阳光，我们就请来谈一下。咱大家站起来唱哈。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也免不看我罪过，私下孩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不见先生命为。救主
歌，搁一遍。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我主的旨意永不变。今献上你。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园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连续有一寡学习，互阮看见，阮伫你的面前，阮实在爱学习看无家己，只有看到主你的阳光。愿你带领阮属灵教会正向弟姊妹，阮行天路。阮愈来愈体会到，阮无心公路，拢是出伫主你的选调，拢是出伫主你的恩典。主啊，帮助阮学习做一个看无家己的人，互阮会当专心来缀耶稣基督，互阮的教会伫树林区会当诚做主你所欢喜使用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看无家己的教会，主你欢喜使用看无家己的人，看无家己的教会。愿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出口，成做树林侪侪人的祝福。这个祝福也要临到树林地区附近的地区。主，阮为目前你建筑的教育馆来献上感谢。主，阮感谢你，互这个所在会成做一个记号，是定睛伫树林要紧的所在。主，你的疼痛也是阮所有的人上中心、上有意义，阮人生的目标。互阮的教会成做会当传达即款的福音的教会，互阮伫圣神的引带内面，阮常常经历。当阮摒开家己，主你的圣神就要做工。主你的圣神使用阮，互阮会当成做祝福，周围才会晓捌主阮的同胞。愿主你互树林教会过去的历史，所有的恩典，伫阮即代也要继续来承受，搁加上将来你要守事的恩典，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阮为所学习的一切、所领受的一切来献上感谢，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即时备办心来奉献，咱吟诗献做偌济。
你。请坐。咱三角来念金句，伫旧部第1页下面，我念1摆，咱三角来念2摆。路加福音第5章32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咱三角来读。路加福音5章32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路加福音第5章32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咱即时要来欢迎今仔日头一摆来到咱教会中三角主会的新人陈真玲小姐，有带伫明星档，真欢迎你，带伫明星档咯伊是头一遍来咱树林教会真欢迎你。咱今仔日也非常感谢林牧师。连续3天伫遮甲咱真好的教导，咱感谢林牧师。咱即时来关心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事工。后礼拜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3月奉献铃声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3月11号暗时7点半到9点，圣经实体学堂伫礼拜堂举行。3月14到15号，张团道甲陈团道参加台北中会青年牧者退休会。107学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31号。3月23号早起9点半到下晡3点半，教育事工部举办讲座，请要参加兄弟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报名缴费。3月24号下晡1点半举办新春团体竞跑甲走春，请要参加的兄弟伫3月20号进前办公室报名。3月30号暗时7点，宣教事工部甲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专题演讲，欢迎兄弟踊跃参加。本会定伫3月31号下晡1点举行联合追思礼拜，请要参加的家庭伫3月24号进前办公室报名。以下是今年顶半年圣礼典的时间，若有要洗礼，请办公室登记。2019甲金句有约，邀请兄弟踊跃参与。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继续带导甲奉献。恭喜若真逝者伫3月7号顺利生产一个查甫婴仔，感谢上帝赐福保守。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为上帝安慰甲医治。咱为着3月24，咱青春健走、新春健走咱请建福技术来甲咱报告。
教会运动会吼，咱伫3月24的下晡伫点半吼，甲下晡是4点。啊，咱顶年咱有办过，顶年吼是落雨天，啊，毋过咱嘛差不多要几百个人参加。咱即届咱有准备200人的即个毛巾吼，顶年即个送无了，结果用卖，咱今年看会当买卖，咱来送吼。啊，今年的迄个活动其实甲顶年差不多吼，啊，今年是咱有即个竞跑，竞跑就是3个人一个吼，你著找好朋友吼，还是女的，你也可以找男的，没问题。你找3个人，啊，3个人咱找去走吼，那就一个团体。但是抓最后一个迄个吼，做迄个那个队的这个成绩吼。那其他的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个报名，你就来去这个用走的吼。咱举出伫外双溪，即阵是迄个杜鹃花拢开啊足水的吼。我相信应该2礼拜，即阵应该也袂下去吼，应该足水的。啊，咱望迄天的天气也足好。啊，基本上就是咱报名，咱有去迄个前3名嘛吼，啊有奖金吼，啊，落来就是讲。来，咱方便无方便啊？放一个迄个 PowerPoint， 来 PowerPoint 啊，放一个好无？有在那云端哈，刚刚第一堂的时候有放。好，迄个所在就是外双溪哈，啊，咱这个咱是较方便哦。来，下面一点哈，那个图放大一些，图放较大一点哈。咱中迄点就是这个出发点哈，出发点就是咱这个叫做文昌桥。文昌桥边啊，这个叫做士林桥吼。士林桥就是这个遐咧卖水果遐两间遐迄边行过遐迄个士林桥。咱迄边遐吼，这个基本上就是讲要走的人就往回跑到先前的这个双溪桥吼，再回到至善公园这样子1圈5公里。好，那用走的人吼，就是从这个士林桥直接走到这个至善公园回来。爱转因啊，吼，啊，阮会安排各项的这个措施吼，那希望大家做阵来参加吼，啊，以上报告。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最近3个来敬拜伊，特别是今仔日，因为是教会设立咱126周年。所以感谢林牧师伫咱中间分享的信息，伊拄仔有讲，甲咱甲台湾新行业的关系，即个庄啊吼，总共有65000地，伫咱即个礼拜堂的壁条啊，就是即个庄啊。即个庄啊是1909年出产的，迄个时阵是伫个即摆的锦州街甲中山北路口，即摆叫做台年大楼迄栋。迄阵啊，古早是台北新学校，啊，所以是迄个时阵，啊，所以即块庄啊，踮遐起台北新学校，了后伫1955年，台北新学校新学院的院长孙雅国牧师将学校刷去草山，所以迄个新学校，因为已经伫遐40多年拆掉，啊，人就中外口吼，迄古早的庄啊就用外口的水泥脱掉，咱总共6万几地，咱树林教会甲买过来，1952年伫即个所在开始起造，1958年4月初9，咱献堂，所以咱即个拜堂即摆已经61年，内面的庄啊听福音超过100年，吼，按1910到即摆超过100年，啊，拄啊，林牧师咧讲着，讲咱甲神学教育。甲神学院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咱教会即个庄仔伫教育馆起好了后，咱会特别放2地伫教育馆的展览室，踮遐咱嘛会写着即个简单的一个信用反省的意义。所以咱感谢主，互咱即3天得到林牧师真好的引带，也求主继续帮助咱树林教会，咱会当共同看到主伫咱中间的心意。通好，咱时间悠长，毋啊，敢若是一个圆体的起造，嘛会当看到咱规个软体对伫咱即个世代，咱所要参与、要服侍的。除了拄啊建福技术甲咱讲的新春建筑，咱等下踮外口招待所里当去报名。另外，咱3月31下晡1点伫遮有联合对书礼拜。咱即几年伫清明
前啊，拢有即个联合的追思礼拜，望兄弟姊妹，咱来当厝内人烧酒做阵来通过安尼来对念。另外，我遮有2项补充的，拄我特别有伫咧介绍真灵姐妹，咱毋会记前2礼拜，咱踮咧大道中间拢有咧讲到，就是王正德校长王正泽校长，伊伫咧2月16安休，3月初8，就是2天前过别礼拜，真灵姐妹就是校长的太太，伊特别是伊的妹妹真热心。美国转来，即几礼拜拢伫咱中间，甲咱做阵敬拜上帝，所以咱恳求拄啊，特别是即几工，林牧师甲咱分享教示，即个真实的天父上帝，的确嘛要看顾祝福王校长即个家庭，咱嘛望通过即款的接触，互福音会当临到因规个家族，所以咱也特别为着因来关心。另外就是咱知影若真4则的囡仔陈依丽伊即几工还佫有一个因为喘气拄出来婴还佫有一寡放咧祈祷的中间，咱特别为着陈依丽祈祷若真甲4则今仔日应该会出院离开迄落营总去作业之中心，但是囡仔佫伫咧营总包括咱知影阿典甲陈慧。因的囡仔嘛未满月所以伫咧这中间，上帝赏赐咱教会有不止啊侪细囝产业，咱每一个人拢诚做因真好，属灵的同伴。咱即个时阵特别，除了咱家己领受到的，也要为着教会的事工，甲咱所关怀，才来代祷。所以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献上咱的祈祷。现在做完，感谢老板用这个领受，愿意听里面拢无离开阮，通互阮的通过较诚实，伫迄面前做阮做袂到，但是真理的神你要帮助阮，互阮真实来面对你，就是感谢你。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圣神伫阮内面开阮的心，互阮会当用你的感动来阿爸开喙，我们向你呼求，恳求天父上帝，你一个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通过真理的神的帮助，用真实来向你恳求。愿你会听甲怜悯伫阮中间做奇妙的事，阮也要将教会做项事工仰望交托。会当成就主你的心意，阮也将教会所有肢体兄弟姊妹，对小到大，拢要见证主你伫阮属灵长老教会，诚做真水的结缘，通诚做这个世代的祝福。阮也恳求你，即时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所排列的祈祷，互阮用真实。来甲你三拄，通领受真实的上帝阿爸伫阮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上演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线，请林牧师祝祷。我
愿咱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闭倒，闭会。